那不是菩萨。所以必须要行我所行。要不要行？要行，6度都要行。前面跟诸位说了，认真努力去修6度，不着空，虽行，若无其事，心里头无其所行，若无其事。不但没有执着，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做菩萨行。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，菩萨行跟我们一般善行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如果论事相上来讲，可以说毫无差别，差别在用心。菩萨的心是清净的，凡夫的心不清净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真的好难。我们修一点点小布施，念念不忘，唯恐忘记，还要把名字刻上。道场里面，建道场，建一根柱子，他出了多少钱，上头都要刻他一个名字，唯恐忘掉了。这香惹得多深。寄一本书，后头也要把名字印上，某某人印的，我送的，这功德很大。果然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念头，那就错了，你所做的是人间的小善。如果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念头，可不可以在上面刻几个名字，一个名字？也可以，只要不着相就行。不着相为什么还要有个名字？接引众生，这好事情，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好事，他能够跟着一起来做，这是菩萨的大悲心。如果他自己真的那个名字是唯恐自己这个功德会说出来，没有，那他是这个意思，用心完全不相同。他的心是清净的，我们的心是软硬的，理事都要搞清楚，然后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。换句话说，如何去过佛菩萨的生活。我们学这个经的目的，无非在此，希望我们改变凡夫的生活方式，去过佛菩萨的日子，这才叫没有白学，学了才真正的受用。3. 云何无其所得，无其所行，不作是业也。不是不是，不是只有入处。云何无其所得，无其所行？现在我们晓得了，无其所得，无其所行，才是菩萨行。要怎样才能做到？不作念是也。不是不是，不是只有入处。无处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就是所以大菩萨的行持。这教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无其所得，无其所行。只要我们不作念，没有这个念头，说得明白一点，没有这个分别，没有这个执着，是只相不住相就行。这样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，无处的终极我们才能够得到，入处就是得到。要得无其所得，就是你真正得到。其实无真者在这一段为我们现身说法，前面说是果是泛指，并没有指定哪一个人，这是一般小乘是果。这一段是说他自己挺身出来为我们做证明，却确实不是不住相，不取相。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。世尊很慈悲，佛也来为我们作证。第9，皆往因缘的证。佛告须菩提，
在燃灯佛所，以法有所得故。释迦牟尼佛听了诸菩提尊者在大会上为我们作证离欲阿罗汉，他也不执着他的离欲阿罗汉。世尊再次地问他，问如来在因地上的修行，修菩萨行也不着相，过去佛在燃灯佛所，我们看小处可以看出来。他的答复是：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以法实无所得。这是实实在在，确实是无所得。菩萨从初地位一直到等觉位51个位次，位位都是实无所得。他要真的有所得，诸位想想是将自己已经掉到凡夫这来了，哪里是正人？这就说明实无所得这个境界有显生不同，实地位、实地位显、实地等觉生、实位显生，皆无所得。这个理是平等的，是相同的。一、以世尊往时时菩萨道，出圣八地时依次，望佛果则为因地，望初学人则为果地。以世尊往时时菩萨道，这段经文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候的事情，从前他修行的事情。出圣八地时之事，世尊在旁菩萨道的时候，遇到燃灯佛，那时候他刚刚证得八的菩萨位。八的菩萨地位很高，但是跟佛一比，佛是果位，他还是因为他还没有到就近圆满的佛果，他还是在因位。望初学人则为果的，八的以前的人看他，他是果位，他所得的果报很高。二、八的正无生法人，无生法，即是真如实相，忍是通达无碍不退之理，以与事相宜，忍可不执也。这地方给诸位介绍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在佛法里会常常见到的无生法人。净宗回向记里也常念到。什么叫做无生法人？人王经上告诉我们，正无生法人在菩萨位上3个阶段，七地、八地、有的这3个位是菩萨所证的，叫无生法人。七地是下品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，以其中八的菩萨证无生法人。法是一切法，不但是出世间法，也包括所有的世间法，以法界依正庄严，都在这个意识当中。无生是不生，所有一切法都不生。法既然不生，当然就不灭，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，你能够把它证明、证实你就的无生法人。我们看一切法有生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地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都是有生有灭。你哪一天能够看到所有一切法都不生不灭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证得八的菩萨，实在是七的就证得，七的菩萨就证得。如果还看一切法有生灭，纵然是菩萨，也没有到七的，也不是大菩萨，是小菩萨，这是狭义的说法。如果广义的说，也就是说把标准放宽一点，不要限制的那么严，七、八、9的很严格。如果放宽来讲，连叫初住菩萨就证得。连初住菩萨，我们讲错一品无疑，正一分法身，他也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但是没有八的菩萨见得那么清楚，就是这是不如八的，他真的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这是广义说，范围放宽一点，连初住就证得。这一个境界就是实相。
实相是事实真相，华严、法华、楞严都讲这个事实。诸位要在这些代经大论，不仅是要有相当的基础，依据代经大论有相当修持的功夫，你对这桩事情纵然没有证的，在理论上你会同意，却确实是讲得通。一切法从来就没有生，这是真如实相。对，这个具有同意的意思。佛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也点头同意。为什么同意？你见到了，确实是不生不灭，佛没讲假话，所以他有认可的意思，有同意的意思。是通达无碍不退之意，他对这个事情通达明了。退是退之你承认的这个念头，也就是我现在是同意，再过一个时候想不对，我就不能同意，那就叫退之，这个不退。不退的原因，他真的搞清楚，真的搞明白，他能够不退转。与事相宜，理所证，事能证。理是实相之理，事是实相之事。理就是合一，理是一不是二，这就是正。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彻底觉悟，佛法是第二法，第二法就是一法。华严经说，一不是多，多不是一，多就是万法，无量无边之法是一法。实在说，华严经上讲的一不是多，多不是一，这8个字很不容易体会，但是要入无生法忍就懂得了，那就真的明白。忍可意识，忍可是同意，意是印证、证明，持是保持、不退的意思。对于佛这个说法，永远的承认，不会有所改变。三以法之法，偶遇大师曰无生法忍说，如是。以法之法，这段经文末后佛问的，佛在燃灯佛所发的菩萨的时候，以法有所得否？他正到发的果位，发的什么？的无生法忍。是不是真有一个无生法忍，菩萨得到了？偶遇大师曰无生法忍说，于是偶遇大师有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他注解里面说，以法这个法就是指无生法忍。这个讲法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发的菩萨正无生法忍。世尊在燃灯佛所时，他是发的菩萨，他所得的法是无生法忍，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。是闻法不相，则心中生灭未齐，何能辩证无生？若有一解得知无生法在，仍然是生灭之，尚能谓证无生法之。不知虽得无生，而无其法，实无其解得也。闻法不相，则心中生灭未齐，何能辩证无生？闻法这2个字的范围非常广大，我们不能把它局限在心经。我们今天范围很小，闻法大概就是心经。